阮妈妈从我细汉吼，差不多3岁的时阵吼，阮爸爸就袂记个啦。所以一路上吼，就是安尼甲阮请养起来，嘛非常的辛苦啦，经济重担吼拢伫阮妈身躯顶啦。交册钱吼交袂出来啦，甲伊迄个当初是结婚的金仔嘛是摕去卖掉，请养阮姐姐参我吼，两个连大学顺利毕业，非常的感谢阮妈妈。后来他就把这些工作都停下来哈，然后就是来专心照顾这些孙子把他们照顾得很好。那我很感谢阿嬷，就是从小到大这样子无微不至的照顾，带着我跟弟弟去菜市场买菜呀，或者是去外面吃东西。对，阿嬷就是自己牵着3轮车，我们就坐在上面，慢慢的带着我们到处去走走看看。回来，他就是准备很多的水果，或者是他觉得好吃的东西，他就会包成一包，然后就带我们带回去。看到阿嬷就是有被关爱的感觉，所以就很感谢，这真的是很大一包，所以每次提回去就好重沉重的爱。在学校吃，因为我们是吃素食嘛，就阿嬷就是会帮我，就是在我出门的时候帮我准备好可能需要的一些食物啊，怕我吃不饱啊，穿不暖，也是很感谢阿嬷。他梦中也会梦到我妈妈在跟我们一起工作啊，一起做好多事情这样，我拢安尼想着呢，那咧困就梦到母亲，